最近这段时间，咱台湾伫咧体育的表现是互人学到甲会得志。毋那伫咧世界12强的棒球比赛摕到世界头名，咱伫咧2024年第10届亚太听障的运动会，伫咧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，嘛摕到真好的成绩哦。咱台湾的代表团伫咧比赛头一天就传来好消息，咱个保龄球的选手林雄珠，伊伫咧女子的个人的比赛是摕到一块铜牌。嘛是为咱台湾摕到这一届头一块奖牌。因那这一届比赛原底按算是要伫咧伊朗举办，不过因为中东目前战争的局势影响，所以无法度伫遐如期举行。一直到9月份才由马来西亚吉隆坡接手来办理。因那咱台湾的代表团这届有参加电竞、乒乓、羽毛球、保龄球，也有跆拳道这5个项目。那这一届摕到头一块奖牌林雄珠，伊认为伊这届表现其实会当更较好，所以咱来听伊安怎讲。因为差跟台湾比起来，这个差太多了。我们台湾的场地那个地板啊，各方面都比较平顺，那这边就是卡卡的，在动作上就会影响到我的重心脚有一点不舒服。我今天拿到第3名，我心里实在是不满意的。我的目标应该是金牌的啦，好，是非常可惜。个人赛的部分，其实本来就是要看选手当天的表现，就一天的表现。那我们的目标本来就是在双人啊、团体这个才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。